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于中，来，你闭起来。同学，睁开眼，再最后看看你的廖老师。反正我姐跟我说，于中去厕所被人打了，还挺严重的。对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怎么不叫上我们呢？廖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老师，我姐都告诉我了。廖老师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让人这么不放心啊？还有你，李玉忠，怎么那么笨啊？他们让你去你就去啊？哎，那这件事情不怪李玉忠啊，他们要针对的人是我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都怎么回事？都谁的家长啊？哪儿来的呀？好，来，我们上课。